你覺得咧亞洲髮型藝術家協會咧會唔會喺其他亞洲嘅地方咧發展 Image Lab 360嘅咧？我會發展呢個 image design 呢一個行業。就360嚟講呢，我希望香港可以成為真正一個強嘅 leadership 去領導亞洲嘅發展。因為按我所知，除咗日本之外，所有嘅亞洲區嘅國家、東南亞國家係未開始嘅，所以我哋應該要把握住呢個時機，人才都有。而家我覺得咧，Image Lab 360咧係一個整合、整裝待發嘅時候，真係要行動。所以亦都通過AHMA 亞洲髮型師家協會嘅渠道咧，我嘅連結咧，就希望可以將呢個 image 咧更加要推出去市場嗰度，增加譬如無論係化妝界啊，或者係呢個美髮方面嘅多一個服務咁令到咧嗰個行業發展得更加好啲咯，豐盛啲咯，可以做得豐富啲咯，咁而家咧互聯網咧喺呢個世界係不可或缺嘅啦。咁你哋有冇諗過 Image Lab 360咧係可以同我哋互聯網係有啲互動嘅咧？一步步發展啦。我哋今日先至開幕，咁我相信點解我認同 HKDI 嘅，佢哋係一個學府我哋係一個專業界裡面嘅一份子。咁點樣去結合埋一齊呢？我哋都好需要啦，有文化上面嘅幫助一個行業。咁一個行業嚟講呢，佢個文化背景亦都非常之重要嘅。往往嚟講呢，就香港喺70年代咧開始發展呢個沙龍業啦，美容都係後期嘅啫，差唔多70年代尾先開始有美容業。咁所以呢，大家係專業，但係對於佢本身個文化呢，大家係不大了了咯。咁所以我覺得喺呢方面嚟講呢，我希望借助 HKDI 佢哋嘅專業佢哋嘅教育水平嚟咁高級嘅學府呢，嚟幫助我哋個行業呢，有一啲不能夠解決嘅問題。我覺得文化始終係文化即係喺呢度大家應該傳一下。但係喺商業嚟講呢，倒翻轉頭呢，學校亦都好需要知道乜嘢呢個行業嘅商業係點樣嘅。咁我覺得係兩者結合呢，希望係一個好理想嘅配搭咯。係 Linda， 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你嘅管理哲學呢？其實嘅管理哲學呢，首先第一自己要精通先，第二呢要有教無類，同埋呢易啲忘記人哋做得唔好嘅地方，多啲愛心，慢慢教導引導咁樣咯。咁講開愛心呢，我知道你平時呢都做好多慈善嗰啲事業嘅喎。其實你點樣可以平衡你個工作啦，同埋你嘅個人生活呢？其實呢，我平時呢唔工作嘅時候就好得閒嘅，咁但係呢，就我啲空閒時間又似乎落多咗，所以咧做一啲慈善嘅服務咯。咁我覺得亦都係我成長嘅一個部分嚟嘅。咁我覺得人生呢，你要豐滿呢、豐盛呢，咁其實要多做一啲關心社會你行出社會先有得去關心。咁從而呢，得益嗰個人係我咯，等我見多啲嘢，學習下咩叫做愛心。因為睇住人哋個反應咁都幾得意嘅。咁其實你點樣睇我哋而家青年人嘅創業㗎？我覺得年輕人呢，唔好咁急切於去創業真係呢，好好地打好份工，但係打份工呢，就唔係按時間上班下班，而係俾自己個機會點樣學習當然你加入嗰個行業係你自己嘅理想嘅一部分啦，同埋有興趣嘅工作。唔使急於呢一下揾錢，但係要保持自己嘅興趣去發展嘅事業呢係最理想。但係現實係話你揾食同你嘅興趣要分割一下咁所以呢，你工作嘅時候呢，學識係咩呢？投入點樣做人比人哋更加好。咁呢個都係一個得着嚟嘅。咁你嘅興趣呢，又唔好忘記又要繼續發展慢慢。你有一定嘅經驗成熟嘅時候呢，好自然呢，好事就會嚟㗎啦。你就機會永遠都係俾有準備嘅人年輕人最緊要記住呢句。好，咁真係好多謝今日 Linda 咧教咗我哋咁多嘢多謝你接受我哋訪問。唔好客氣。